一年52礼拜，咱拢做伙伫上帝圣殿敬拜上帝，而且领受祝福，咱互相来关怀，互相来激励，看见上帝恩典伫咱中间。咱今次福强教会进入49年，7749，咱明年就是50啊，50禧年。49甲50有真深的意思，就是伫49年的时阵，咱是一个安息年，也是一个备万心要迎主祝福的年。所以望咱大家诚做富强人，大家做伙有份参与伫上帝的侍奉圣工，咱的家庭、咱个人拢得到复兴。咱要用这圣经的话来三甲来勉励三甲来学习，咱同心来祈祷。主阮的上帝，感谢你恩待阮，互阮伫这个中间，通经过新的一年，做伙领受水天顶来的祝福。主啊，阮也要用你的话来三甲勉励，就是阮知影面对新的一年的脚步，阮知影只有伫主的听的下面，阮伫仰望主的下面，伫主引带的下面，阮就要在我壮大，看见上帝你的祝福。当阮将你的话交托伫主你的圣手，互阮逐个人讲甲听，边边受到启造，边边得到激励，边边得到启示。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今仔日是咱首长就任式，也是中保大道初建的日。牧师用这个主题来甲咱三甲学习，就是两个小主题啦，是领袖的模样，甲福音的润性。这什么意思呢？咱小等下咱搁进一遍来学习。咱头前读的经节是约翰福音13章12节到15节，咱只有用到其中的一段，就是12到15。事实这段故事，咱读圣经的拢知影，对1节开始是主耶稣来甲学生洗脚的故事。洗脚，这故事我简单描述一下，就是讲耶稣甲伊的学生做伙来食半过节的晚餐。讲食饭的时阵，耶稣对迄个座位起来，甲外衫脱去。伊咱知影犹太人伊穿一领外袍啦像牧师咧穿大礼服安尼安尼要做工课无方便，所以甲外衫脱起来，去摕一条迄个毛巾一条巾绑腰，表示讲毋是咱亲像咱厝里咧洗的小毛巾啦一般常用的毛巾，嘛毋是浴巾，迄是古早人因无亲像现在的毛巾遐尔舒适，所以一条长布就对，绑伫腰呢，然后要甲学生洗脚，伊甲水倒伫迄个一个水盘内底，伊讲像咱现代人讲面桶安尼，甲学生洗脚，佮甲因的脚用伊的巾甲拭了清气安尼。伊来到彼得的面头前，这学生可能会感觉讲惊一跳，讲咱的先生是咧安尼做啥？嘛毋敢问，也毋敢应。就即个彼得人较安尼反应较紧啦也是讲伊较敢讲话，伊就甲主耶稣讲主啊，你敢是要甲我洗脚呢？伊讲有点质疑的意思。耶稣就应答讲：我所做的现在你毋知，日后你就知影。彼得一直坚持啦，我毋互你洗。你这特别故事有原因啦，这故事都是有伊的原因。是安那耶稣要甲因洗脚，伊毋互伊洗呢？但是耶稣甲讲一句话，讲：假使我若无洗你的脚，你就甲我无关系。你就变做一个普通的洗脚，变做足重要的这意思啊！我无甲你洗，你就甲我无关系。这大代志大条啊咧！所以彼得赶紧反喙讲：主啊！那安尼毋是我连我的脚，连我的身躯拢都爱洗的，对头甲手拢爱洗。耶稣甲应一句话讲：洗身躯的人，若身躯洗清气就拢清气；若搁甲脚洗，就完全清气。但是伊知影迄个时阵，迄个犹太要甲卖伊所以又讲一句话讲：毋是每一个人拢清气。
尼意思毋只干那是洗身躯、洗骹，还佫有一个较深的清气哦。迄个清气是内心的清气。安尼，即个故事就是引到遮，就是接落去咱所读的安尼吼，所读的经节。这就是耶稣为着伊的门徒伫食看过节晚餐的时阵，为因洗骹，放落一个模范。像你姊妹拄则咱有讲，啥彼得的场伫遐安尼丢毒咧？耶稣做一定有伊的意思嘛？啥伊会丢毒？因为即个毋是老师的工课，即个毋是老师的工课，嘛毋是做时代的工课，因为洗骹是犹太人款待来宾的礼数，但是是奴仆咧做的，白白平等的嘛无做，是下骹人咧做。谁耶稣要做这样工课？因当地这是足习惯的，同咱台湾无迄个感觉。咱台湾有啦，有一个要烧香啦，若有人客来你会讲来上签拖，互你穿安尼有无？烫鞋摕签拖互我穿，大概是即个意思。但是古早伫迄种犹太人的社会都无签拖咧。逐个人是本来就是穿签拖无是穿签拖，无像咱现在鞋安尼，甲骹拢红密密啦。所以一个经过行路，也无像现在有点加啦。通常伫犹太人的厝若较周济，拢伫门口有放水，有放水。咱看见耶稣伫即个迄个迦纳的喜宴的中间有无？伊就是伫因的主人家的门口有滚来暗光的水甲变做酒嘛，迄故事。所以一般若是人家厝，无像现在有水龙头也无水池所以就用迄水。由这个奴仆来甲人客甲洗骹，佫甲佚落搭，安尼表示讲，我对你就是一个有款待来宾上好的礼，拢是即个奴仆咧做的工课。但是主耶稣用即个因足了解的动作，来做一个教示门徒仆人服侍的态度，仆人服侍的态度。兄弟姊妹，事实洗骹毋是困难的代志啦。我会记我囡仔时代大概有即款情形，因为阮船骹也无鞋人穿啦。我会记细汉佫烫只骹后袂走呢，因为土安尼，用规双骹垃圾安尼。冬天要困双骹垃圾要去你床顶。所以我会记是大人拢爱捧一桶水，大家拢坐伫椅仔顶，来尻川来，洗，然后打带迄个面桶钱甲佚落搭。这阮细汉都有拄着，但是洗骹毋是难事啦，重要的是安态度甲认真。耶稣要互因知影讲，即个服侍人的心志，迄个态度真重要。迄个认知真重要，所以因为即款态度，你才有气力继续持续来服侍人，而且才有传福音的气力就对啦，才有传福音的气力。所以耶稣伫遮甲咱讲一个真清楚的道理：福音毋是用嘴讲的啦，听嘛毋是用嘴讲的啦，迄个态度是用行做出来，所以主耶稣洗骹的故事有包含着下罪甲洗清气的意思，所以耶稣才会因迄句话讲：恁是清气，但是无逐个人拢清气。耶稣通过洗骹来见证讲，若对我，恁若是外表要清气，恁的心性、恁的性命。恁的罪也要得到洗清，这是更较重要。这个洗骹的深意，所以主爱咱会当传换身性命得救赎的福音，是用洗骹的态度，是用关怀人的态度，是用怜悯人的态度，是用看人较大比我较高迄款的心意。所以耶稣才用这句话来甲因应答。
主耶稣讲：“我是恁的主老师，上请为着恁替恁洗骹，恁也应该彼此洗骹。我为恁立了这个模样，我为恁立这个模样。”意思耶稣讲：“恁都爱对我做哈，爱安尼做哦，是爱恁照着我替恁做去做。”学生对主耶稣这个洗骹，我和耶稣讲足侪话，无一定学生记得牢啦。但是洗骹绝对袂记尽，因为一个老师甘愿谦卑压落，用水来甲学生洗骹。所以咱知影讲，后来教会拢有一个仪式，包括迄教宗啊，教宗嘛，拢定定咧教，伊才会用主教啊啥货，用迄个洗骹，伊用这个涤啊，洗涤的涤啊，3点水啊，一字，光耀的耀的右边安尼涤主礼，就证明讲，咱都爱定定纪念耶稣，因为耶稣讲，我做恁的模范，我做恁的样式，请恁都爱对我安尼做。但兄弟姊妹，我要用耶稣甲学生洗骹的故事，我要引入来讲。今仔日咱有长老、有执事、有首长，嘛有带导团队要就任。我会感觉，咱富强教会赢至49年，明年就要50周年。咱若要讲富强教会有啥物特色咧？富强教会人听到，恁富强教会是圆也扁，人随讲出来是啥物？我知影讲上普遍人听到讲富强，讲哇，恁富国强哦，半咧学咯，其实嘛半咧安怎？半咧讲敢有影？安尼问我你有影无啊？富强这都毋是咱家己骄傲，就咱这富强路、富强社区设的教会嘛。但是既然这个名互咱，你嘛袂使讲，管理啊凊彩啦，无照这个意思，无照这个名嘛毋好啊。但是我想更较重要的是，咱的教会有迄个足要紧的信仰文化。我感觉上要紧的就是领袖的模样。就是耶稣甲咱下落这个最悬的标杆，替人洗骹的精神。时间的关系，咱等下还有足侪项的就任式牧师，安尼简单带过。咱爱建立富强人领袖的模样。我要讲的是讲，富强教会选派领袖有2个模式。到现今，咱49年来，咱有几个模式？第一个模式就是长老、执事、团契省长，因有任期，是由会友共同一票一票选出来，一票一票选出来。而且咱若要讲搁较有路是，咱逐年拢选一部分，因为叫做轮休。意思讲，咱家己先谦卑讲无人咧做万年国大的就对啦，无人咧讲做落去都无落来啦，我就落来看嘛呢。落来毋是讲安尼我无代志啊，是要互你进修啦，要互你观察啦，要互你学习啦，要互你精炼更较进步啦。这是咱富强教会照长老教会民主选举的制度用选举，有任期为4年、为2年、为1年安尼。第2款是咱教会真重要选派人才的方式，因为非常的激动。非常有弹性，就是征召选派、征调车派。咱的区长、咱的小组长、咱的侍奉团队的首长，是由小会来精选适合有属灵温数的组织的同工。经过恳谈，经过邀请，伊欢喜，然后讲你做落去就是无任期的无任期的，这是咱教会，毋是讲独一无二啦，总是咱是伫长老教会制度中，感觉讲哇，这选举咱袂当讲完全交文来服侍啊，哪倒会当增加这牧养的人才，就是区长、小组长，哪会当有一款专业、有知识有智慧、有能力，而且一心要服侍，咱加征调，你欢喜，所以。若要讲富强教会，你若有心要服侍，你若欢喜服侍，无人咧讲找无为人服侍啊。我会记得咱台湾有个教会嘛有真趣味啊。
因为有个教会差不多真百个吼，长老执事都迄几个，听讲有个吼，足想讲哇，我空有这么多能力，安尼无选着，实在足无彩。一间教会拢毋捌报，拢毋选我，安尼，伊就干脆去别间教会啦，吼。讲你就通选着安尼吼，安尼嘛是好啦，就是讲咱选中职就是无法度人由牧师也是啥物人控制，是一个亲像自由会友的选择安尼吼，会友的选择。咱看见咱富强教会这领袖是这两个方式来选出来，咱真感谢主，因为咱设教到今49年，咱会当讲。咱真侪前辈属灵的领袖，因建立了一个属灵的模样，是啥物？牧师简单讲，同心合一、谦卑顺服，因阁尽心尽力地服侍，这是咱49年来上宝贵的资产。咱拢无感觉哦，咱活伫这个中间，咱无感觉。迄同心合一是偌困难，你敢知？咱要听起无论是电视剧也好啦，也是人咧讲讲，哎呀，做人好难哦，对不对？做人容不容易？无简单啦，哇！咱教会是一个志工服侍的团队啦，吼，我也无用钱甲你绑条咧，吼，我嘛无亲像军队，我是中官，我会当甲你命令要当就当，使就使，安尼要安怎？一切拢是榜样。一切拢是模范，因为无人一定要听你，但是因为看到你这款无私的服侍，看到你同心合一，所以我愿意领受你的呼召，领受甲你同工。进入到富强教会，第一个坎站就是讲，先甲你的社会地位、社会。势力、社会的名望拢甲扛落来，到伫上帝面前学习耶稣基督罗卜的款式，服侍罗卜的款式，罗卜服侍的款式。伫西方，咱知影迄个教宗吼，因的宗教教宗是真关阶啦吼。有一段时间吼，当地欧洲的国王，伊若要去受封做王吼，拢爱较教宗面头前。这王吼是安尼有权有势的人，但是因一定要先跪落去，跪落伫迄个教宗的头前，然后谦卑前讲，我是有罪的人，我要来领导这个国家，请上帝来差派我，然后才由这个教宗来甲伊安尼换手就对啦吼，来甲换手的意思。所以兄弟姊妹。我感觉讲，咱富强教会这款的文化实在是，逐代人拢都爱军队甲遵守的。我用一个上小的例啦吼，咱每一个主日礼拜，咱现在啦礼拜等下煞，大家就去食咖啡啦，去食饭啦吼，快快乐乐再会。但是咱的财务部有足足伊的长老执事，拢伫5楼的一间小房间开始。来计算这个奉献，算这个钱。若较大日吼，较大主日，咱用月初，像今仔日月初，奉献的量价足多，也是有特别的主日，因吼有时无用到2、3点，中昼有时袂赴食。牧师已经足多摆，我讲，若用咱教会规模吼，请一位专业的会计吼，嘛是足应该。但是咱这中日就讲，袂要紧，毋免。咱大家做伙来同工真好，这我是讲用这个例来看见，咱富强教会才会中集大家人无私的奉献，欢喜伫大家岗位，咱的圣歌队、咱的敬拜团、咱的小组是真侪同工，拢是用足侪时间，咱看袂到的迄个时间在锻炼，伫迄个所在在准备，咱伫这个点外钟的礼拜。甲平常一礼拜来准备的，放伫遮，是为了要感谢上帝的呼召，也是要互政府有知影讲，阮安尼做，请你也对我安尼做，毋是干那我服侍，你嘛爱出来服侍。这是咱教会真要紧的一个文化。
所以兄弟姊妹，我要讲这个文化，嘛要讲会当讲足多啦。咱50周年吼，准备要出一个纪念集吼，内面写的拢是这。啊，咱一代一代到49年，上无较明显的用中级的阶段来讲，也是用牧师服侍到那个已经4代到5代啊。啊，当进入到50年，咱教会应该用对这个方向，倒一个方向来拍拼呢？我家取名叫做强化富强的福音润性。啊，这润性这两字，咱可能伫电视捌听过吼。佮另外一个特有名词叫做迎接形成的关键的拐点。哇，这拐点咱嘛足少听吼。啊，这是牧师感觉用这个较特殊的名，互咱较印象较深啦吼。毋是有特别什么意思？是安怎讲呢？咱迎至50几年教会福音的形成的拐点，第一，咱来思考最近定咱的国家、咱的政府单位拢会讲一句话，讲咱的国家甲政府爱有韧性。韧性，什么叫韧性呢？比如讲有民主的韧性，啊，咱的民主哦，毋通因为某物一寡波动，啊，就怎放弃啊？咱的经济的韧性，袂使因为股市的波动，也是景气的变化，啊，就规个经济拢放弃。有的国家是变做破产，你敢知？较早啊，伫迄个冰岛吼，即个国家破产呢，迄个斯里兰卡嘛破产，啊，希腊嘛差点破产。就是讲国家经营无落去啊，无钱啊，啊，所以叫做经济韧性。咱听这韧就知影讲足准的。咱台湾哦，上会当，譬如迄个润就是吼，迄藤啊，藤条有无？迄藤条吼，较安那拗咯，啊那足润的。啊，所以咱较早足着藤椅啊。啊，咱嘛有一种是咱的竹啊，竹吼，迄竹吼，较那甲弯吼，伊拢袂长，迄叫做韧性。啊，事实即个引申到各行各业拢需要韧性啦。迄个韧性的装备甲建造是一个团体，也是一个单位、一个结构上重要的。啊，这简单讲哦，这是伫个网络的解释，伊讲韧性吼 ，resilience， 意思讲恢复力。伊的解释是讲回应变化，来追求新的稳定的状态的能力，啊，保持会当平衡的能力。啊，无论是 response， 还是讲 sustains。拢是迄款啊，都亲像咱的101吼，顶面有一粒迄个球啊，迄是粒球啊，要地动的时吼，伊赶紧敲一个位啊，互你的迄个大楼袂安尼啊，迄阵风塌的时阵，讲摇来摇去，啊，迄个大粒的一粒铁球，啊，会当甲你平衡的啊。事实一个国家也是需要安尼。咱进前的台湾吼，第一讲到的韧性是啥物？叫做电网韧性，有无？电网啦，咱台湾伫92进前哦，要发生一个全台湾大停电，有无？啊，所以政府就开始讲，哇，啊遐会得，啊一个电塔倒落，啊规个南部，也是规片的地区拢无当停电，这哪会使啊？啊，所以政府就开始改造，这个倒落去，还是这个去互什么天然灾害损坏，干那这角位啊就好。别位拢无影响。昨牧师拄看到一个电视报道啦，伊讲咱台北吼，台北有足侪所在吼，甲迄变电所乌入去到涂骹底，几10公尺，是比高铁、比地铁搁较深的所在。爱甲所有的变电的物件拢放入去是地下室，因为安尼较袂有迄款电磁波啦吼，啊，互百姓较袂反抗啦。啊，毋过伊较重要就是讲。伊经过改造了后，因我当控制讲，倒位所在发生灾害，迄无法当避免嘛。啊，然后迄位啊控制掉的，随时别个所在通电拢袂影响到，吼，迄叫做韧性，迄电网的韧性安尼。啊，所以有人家称呼讲，这韧性城市是啥意思？就是一个城市较面对着袂当确定的冲击，像天灾、水灾、社会经济退化。甚至拄着恐怖攻击、能源危机，伊的即个容受力甲恢复力安尼。咱台湾吼，最近有几来城市吼，风台一个来，无偌久，一个都市拢恢复啊。咱高雄进前不是发生一个山陀台风吗？
哇，规大堆树啊扫了了啦，哎呀，讲过无2天人恢复啊。啊，比较伫吼，40多年前有一个莫啦，毋是，是一个迄个叫啥？一个大风台吹过来高雄吼，规个海港拢倒了了。啊，迄阵牧师拄仔咧新学生吼，塞诺嘛，哇，迄经过1、2个月还袂好。譬如这就是讲伊的韧性，你随时应付这困难的能力。我要讲这容受力啦，恢复力。这是一个名词的解释，牧师就跳过。我要来招咱兄弟姊妹，大家敢要迎接50周年，咱来强化富强教会福音的韧性。这韧性就是讲，咱的门徒的装备有够深无？咱的领袖的传承，咱有长老、有执事、有事奉团队，有这个带导团队，伊的接续会足顺序无？伊讲哇，变放空赢，咱要安怎？无即个就袂使，安尼要安怎？咱的教会若无有即款韧性，安尼咱要迎这50周年，咱就感觉讲，搁淡淡吼，因为感觉讲准备还无够呢。所以咱会使讲，教会2大重点就是装备门徒，互伊大长做大长树的种意思。咱教会较早有一套门徒教材吼，讲是对幼苗搁成长，到最后成做大树啦。所以装备门徒成做大树，这是咱福强教会足要紧的教。意思简单讲就是人才栽培，若无人才吼，拢一切免讲。牧师的厝吼有搭一张图，这张图吼，伊家内底有三丛树，叫做3姐妹吼，讲是台湾弄到月娘的树啦，台湾上悬的树70公尺，70公尺什么概念呢？70公尺吼，就是咱咧走100公尺有无吼？你看偌长，爱伊踩得起来70。这是台湾山啦吼，台湾山悬70公尺。这张图是当时咱台湾一个环保单位吼，伊请外国的专家来翕的，伊叫做等身啦。因那阵你若用手机，还是用手机还是用迄个翕相机，咱有咧翕相拢知影。你徛伫遮翕吼，迄尾就烧去下骹足长，对毋对？伊迄是一节拢平大。翕的相，这张图吼，牧师吼，厝里有一张，准备要甲伊加4字啦吼，就是叫做装备门徒，成做大树。你看伊这树骹遐大遐粗，叫做台湾山啦吼，就是伫七兰山的内底3姊妹，伫遮个爱树的遮个人士过台湾4过去找。兄弟姊妹，70公尺，什么概念？概念咱已经有淡仔印象，但是咱想讲台湾是地动、风台、土质搁软，竟然一丛树会当大到70公尺。所以兄弟姊妹，确实，咱的富强教会要感觉真臃肿，就是做一个人受起做，亲像七兰山的这3姊妹安尼，徛了伫土地，足勇，毋惊风台，毋惊地动，毋惊风台地变安尼。我顶日有看一篇文章，就是汤明庄牧师的文章，讲甲无可能化作可能。是咱牧师会安尼传的，我有感觉讲，哇，这个牧师吼真正是老道。咱足侪资深退休的牧师吼，甲台湾教会看啊足透就对啦。逐项拢看得周全。毋过这篇文章足长，牧师无闲通讲，我只甲讲伊甲咱讲起的，咱目前长老教会拄着的问题，是真严重的问题哦。因为第一，看起长老教会近10年来真严重老化，就是年纪大的会友，少年的无入来。第二，佫有断层。第三，对中级的断层，看起台湾教会未来的稳优就对啦吼。第四是短暂中佫较可怕的现象是，教会无法当甲青年人留落来。青年人对教会目前这款住的方式，
即款款待方式因袂合，因为伫外面是山西的世界，外面是迄个 AI 的世界，外面是各种无共款的文化，啊入来遮，入来到尾亲像伫咧看古董的，袂合，啊这要安怎？是因毋对，还是咱毋对？毋知啊。你若讲像一间店要做生意，啊人毋甲你买，你讲啊伊你毋捌报，啊你毋捌报就搁在你花，啊人毋甲你买，你要安怎？你若想讲我要想办法，互伊爱买我的物件，啊这是咱目前长老教会，包括咱富强教会，拢爱面对的。搁第五，讲教会陷入伫真冷漠，冷漠啦，真冷漠，啊无啥无啥热情，无疼。就是讲，大家来遮安尼，像咱台湾社会安尼，一间大楼厝边头尾也无咧相借问啊，你的代志，我的代志，啊隔壁有人已经困去几啊10日啦，啊毋无人知啦。啊，富强教会，大家有口甜脸甜心甜无？毋是口号啊，就是大家爱欢喜安尼做。但是一般听讲，即卖教会会发生这个状况。啊，所以这个老牧师已经80几岁啊，伊真目睭足利啦。啊，真有眼光，像讲老先知安尼看出台湾教会，但是看罔看，你若无来医，无来改变，你无效咧。所以讲，互咱来挽救这个老化甲断层，这是咱的努力。讲这第一个韧性是遮。啊，所以咱50周年咱实在毋是为着讲明年的8月第2主日，咱来庆祝老热节的，毋是。咱对旧年就开始敲吹，免啊，互咱富强教会真正，人讲会值得庆祝50年的迄个身份就对啦。啊，无空白讲啊，上帝啊，50年啊啊无啥物礼物通献互主。第二个韧性是讲传福音的动力有强化甲深入，咱要继续装备咱富强人传福音的热诚，甚至咱爱用尽办法入去到社区，真做见证。第三，咱来建立突破困难的勇气。咱讲韧性就是拄则咱讲的，有拄着有诶无诶灾难、天灾地变、困难，迄是咱袂当避免的。问题是讲你安怎克服就对啦。有人讲诶夜免事罢的无啦。啊，所以有人讲一句话，讲成功的人毋是伊无困难，是伊有开力通解决困难。啊，就是安尼。富强教会无法度人讲，咱未来下日逐日拢是天下太平、风和日丽。但是当困难来的时，有一群人讲来好啊，来大家做来拍拼，甲伊克服、超越、突破、解决。这有一个小故事，但是牧师无用人讲伤详细阿根廷一个新总统叫做米莱，伊才就任一当尔，去年12月就任，大概甲咱的迄热清要差不多，这是年尾一个年头。伊伫一当内这个总统人家号做讲是电锯狂人，用想啊，这总统是咧做演员是后尾来变电锯狂人。伊咧参加选举的时候，举一支咱的电动的，迄像咧固球啊，迄种大鼓啊，啊，伫遐咧电视讲，咱阿根廷若无砍掉重练就要亡国啊，就对啦。因为这阿根廷伫战后的时阵啊，伫战争二次大战的时阵是全世界前几名经济足好的国家咧。啊，毋足奇怪，后摆互遐领导者、总统武甲迄是外在毋知行袂起啊，就对啦。所以咱即人捌阿根廷，就知影讲阿根廷足够踢骹球啊。剩诶拢因较早是迄个牛肉啊个小麦出产足强诶。啊，所以即个总统伊讲伊要叫做休克疗法，就是讲即个若无大球啊若无送交互北方都袂救一啦。啊，即个总统伊做改革就是讲伊有法度人伫迄个伊诶党是因迄国家诶少数呢。伊就无像咱台湾，咱即马执政党嘛是少数，啊武甲真头壳疼对毋对？因搁较少数，但是伊就敢武就对啦。啊，因安怎改革呢？即个总统看到也无成总统，迄穿衫
你看这个狂人安尼穿迄头毛安尼吼，啊伊就举一支鼓啊吼，伫遐讲我要来甲改革安尼，伊安怎改革呢？啊，简单讲，伊讲伊一年改革无够一年吼，通膨膨胀原来是211，这毋知啥物概念我毋知啦，就通膨211，降啊到剩2.7，严重赤字就是逐年拢红字啦，变到现在开始讲有盈余。这是123年前，因有盈余到即阵拢是赤字，啊，遐债务毋知要哪行，咱都毋知吼。啊，中央部会对22个减到8个啦，裁撤20%，5万个公务人员。我想这总统伊权力毋知安尼，可能是遮个百姓吼，艰苦啊已经挡袂牢啊，讲好啦，你若要医，互你医啦，骨在你啦，啊，所以互即个总统真正该。啊，当然有人讲啊，你一当尔歹看、歹讲啦，吼。毋过咱看去伊改革的开力，啊，所以因的国营事业、大项事业拢完全私有化，因为吼食公家饭吼，啊吃大桶饭拢无效，拢大家拢伫遐做米糖，兄弟姊妹，有改革的魄力，这也是咱福音教会面对挑战。第二，定的规则。目标甲记录是要互你突破的。另外一个小故事是讲，纽西兰一个50多年前有一个老人哦，叫做伯特蒙罗。伊一生上大的志愿就是讲，伊要骑一只乌多摆，伫美国的迄沿滩，就是美国吼，伫迄个沙漠的所在有一个沿滩足平的所在，伊要骑迄台车来突破纪录。伊阵60几岁啊，身体阁破病哦，伊讲。我有即个志愿，想要甲突破，啊，伊就真正甲伊只重机啊，伊经过咱知影咧算重机的人，伊足够改造吼、改良就对啦，啊，甲迄机器哦改造安尼，啊，后来拍做电影，叫做2005年叫做《超速先生》吼，啊，即只重机吼是电影翕的，伊叫做 Indian Scout， 就是讲有咧算重机的人可能捌听过一个讲是印第安号。即只重机吼是足出名伫重机界吼，啊，这是当时伊骑的即只重机安尼，啊，这是伊改造哦，甲规个壳拢拆去，搁重来吼改造。即62岁问，即个伯特蒙罗伊坚持一生要为了梦想，就是要拍破地面上哦，毋是飞机，就是骑车会当冲破即个纪录。伫大人的质疑的眼光，伊。对着即只古董的印第安号，对纽西兰到美国参加竞速的比赛。伫1967年，伯特蒙罗以954cc 的排气量，改装迄个古典重机叫做 Indian Scout， 走出时速305公里，吼，就是地面上我通冲305公里。啊，即个老人吼，伊一生的目标就是讲，我要突破。啊，当然，即个故事是足特殊。牧师分享这个是要互咱知影讲，有真侪困难吼，是你的意志、你的信心，甲对上帝来的开力。兄弟姊妹，咱福音教会营子49年，牧师家称吼，咱是营子形成关键的一个拐点。啊，拐点这嘛是另外一个名词，就是讲，迄是几何数学的名词，就是拐点也是黄曲线。啊，这个吼，牧师说法足饭桶的啦，嘛无了解什么意思，但是你看张图你就知。拐点就是讲，这个曲线啊，到一个所在，原来是加变悬的起来。啊，这拐点，伫咱营子50周年，兄弟姊妹，我真盼望，今日新就任的同工，以及咱所有的事奉同工，咱大家欢喜讲，是富强教会这个拐点是要往顶悬起来，像股票安尼，毋是落落去，是起来。啊，这个拐点关键点，咱富强教会是要继续形成茁壮，还是要？由盛而衰，后继无力。咱毋通想讲，即个无可能。真侪教会有一站非常的兴旺，互人足欣羡，但是无偌久，静悄悄，无人捌伊啊。啊，即个毋若是牧师的责任，嘛是长老执事的责任。咱大家有即个意志力，知影讲，我拢有份参与伫遮。最后，牧师用保罗温群劝勉的话，甲咱。分享讲，保罗讲，所谓亲爱的兄弟姊妹啊，你来徛在毋通动摇。第二，毋通
嫌劳苦为主来做工。第三，因为知恁为主着活的，毋是突然的。咱用白话字来读一遍吼，咱做伙做声来读一遍来。所以，着徛在，毋通动摇，着常常尽力为主做工，因为知恁为主着活做工，一定袂空空。是啦，保罗因真知影。伫哥林多迄个教会所拄着的真侪挑战甲困难，无咧平平无代志啊，平安无代志，毋是天下太平的代志。真侪困难，但是伊讲着徛在，就是安尼，亲像迄三姊妹安尼吼，迄树顶伫遐，毋知几百冬啦，毋通动摇，尽力为主做工，因为知恁着活为主袂空空，因为咱知影迄个应允甲成就，互伊大长结果子的，就是咱的上帝。用即个来教咱新就任的同工三甲勉励，也为着每一个兄弟姊妹，咱要行至50周年来三甲勉励。有领袖的模样，咱阁有福音的润性。咱来祈祷，然后准备要请长老、执事这个团队的同工要来就任式，咱参加来祈祷。主，我的上帝，感谢你，阮用感恩的心，感谢你，互阮伫富强教会做伙成长。有的是创立的时阵就是伫遮，有的可能就是旧年才加入富强教会。总是主啊，阮做有份伫富强教会，要互伊有特色，要互伊互上帝所欢喜，毋是看伊的名，也是看伊的地点，也是看伊的礼拜堂，是看伫内面的人有真正照主的教示来行，有亲像主耶稣所教示的。为人来洗脚的仆人的心志，有迄个保罗先生的勉励，有徛在无动摇，殷勤为主做工。爸上帝啊，这是阮的祈祷，也是阮对你的恳求，求你来成就，互阮这个要就任的同工，继续阮富强教会属灵前辈因安怎放落这个。属灵的模样，互阮富强教会一直有这个韧性，来面对所有的挑战。特别是台湾的教会老化，最的困难在突天的时阵，互富强教会真多一个美好改变的开力。感谢你，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下面有3、4项的就任车牌。